膽大黨 IQ 題，究竟 Wakalun 唔見咗粒蛋蛋，邊份保險會受理呢？意外保險、醫療保險、外星人綁架保險，定係以上皆是？我估意外保險，因為 Wakalun 係俾高速婆婆搶咗粒蛋蛋嘅，變咗做金蛋之後先整唔見。雖然個原因啱，但係真正嘅答案係以上皆是。如果保險公司接受被外星人意外傷害呢個解釋嘅話呢，咁個人意外保險就可以 cover 到醫療費用，同埋住院返唔到工而提供嘅每日住院津貼。至於一般嘅醫療保險嘅話呢，通常都會包高院癌啦，又或者受感染嘅呢個情況。咁但係如果做高院嘅重建手術都可以賠到嘅，但係每個醫療 plan 包嘅手術保額都會有唔同。如果淨係重建一粒蛋蛋，係咪可以平啲啊？好似一波三折咁。理論上係會平啲嘅，保險公司多數都會根據手術項目啦同埋醫療需要去做賠償嘅。至於外星人綁架保險呢，美國真係有個外星人或者靈異事件嘅保險嘅，不過呢類嘅賠償多數都係個機密啦，咁索償要求極高。例如你真係證明到外星人嘅存在，咁所以現實入邊嘅話咧，賠償基本上都冇可能。但係膽大黨嘅世界入邊，成日都有外星人同靈異事件發生，要揾證明應該係容易啲嘅。建議 Wakalun 自己彈蛋自己救，揾翻粒蛋，易過同保險公司證實有靈異事件。你仲想聽啲咩動畫劇情呢？歡迎話俾我知啦。